我哋社交媒體小紅書咧就推介一啲唔同香港嘅景點啦，吸引一啲內地遊客嚟嘅，包括其中一個點大家都特別關注就係西貢嘅萬宜水庫。有唔同報道都睇到過去，譬如喺清明節假期，話有大量嘅旅客去到即係萬宜水庫嘅東壩呢個位置咧，尤其是係咁啊，亦都引申到一啲情況出現，就係話啊，可能入到去行完啦，好靚啦，享受完個美景之後，要出翻嚟嘅即係困難啊，因為嗰啲交通嘅問題，有啲話可能排咗成幾個鐘先至有小巴搭到啊，等等嘅咁。成個情況究竟係點咧？都了解下先。有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李世榮，早晨。早晨，樂文，早晨咁多位聽眾。你好，你了解到而家東壩嗰個尤其是喺假日嘅情況咧，究竟係點啊？你觀察到係點？咩時段可能真係東壩嗰個人流係比較多嘅咧？嗱，其實咧就係近幾個月開始咧，人流就多咗好多嘅。咁就通常就係節日啊、星期六日公眾假期嘅話，咁就會比較明顯啲嘅。咁啊，都可能同即係最近啦，深圳都開放咗自由行嚟香港，因為嗰度都成1800萬人係合資格嘅，咁可能都有啲關係。咁加上就即係剛才主持嚟講啦，即係不少已經嚟過嘅人，可能喺小紅書啊或者一啲社交平台啊去打卡分享啊，咁變咗多人想嚟嘅，咁所以就造成而家即係個情況。咁加上本身即係入邊嘅交通咧就冇有咁嘅情況出現過。即係咁多人嘅情況出現過，所以咧變相咧就有啲論盡啦，即係而家嘅狀況咁樣咯。你見到譬如真係多人嗰陣，係多人成點？係咪真係話要排隊等車出嚟都要幾個鐘去到咁咧？嗱，有冇幾個鐘咧？就視乎翻佢幾點開始離開啊？呢個好實際嘅。咁但係咧，我了解翻咧就係譬如個後車嘅人龍啦，因為咧而家應該咁講咧，講翻個交通啦。咁如果要即係因為係禁區入邊嚟嘅呢個。萬宜水庫嘅東壩，即係最靚，大家最想去嗰個位。咁如果要入禁區你又喺禁區開始就行入去啦，禁區起點行入去。咁嗰度可能都要2個鐘咁上下，即係睇你步行速度。咁另外咧，亦可以坐的士入去，或者咧係有小巴專線小巴入去。咁樣嘅。咁變相咧，而家好多人都係想，因為有啲旅客時間係即係好緊張嘅，對佢哋嚟講，咁可能佢哋選擇唔行嘅，咁坐交通工具，坐的士或者小巴。咁所以咧，見到咧，最多人可能係行完山嘅時候咧，離開嗰個地方咧，就最多人。通常可能講緊係黃昏時間啦，可能多講緊係去到幾百人去等車嘅。咁小巴嗰個專線小巴嘅營辦商咧，其實我都有同佢溝通。咁喺前排已經出現呢啲情況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已經加班加點咧，係做到即係超時去清晒條人龍，佢哋先收工嘅。咁但係呢一個係咪可以持久咁做咧？咁我哋係需要同即係政府當局去睇下有冇其他嘅措施改善咯。頭先你提到其實係兩個層面嘅，第一個咧就係佢哋可能啲旅客去完之後要出翻嚟排隊排小巴等車等好耐嗰個情況啦。另一個情況就係其實有旅客都話出入東壩其實都有塞車喎。咁點解又會有塞車咧？係咪就好似黎生所講，可能好多旅客一嚟到香港就直接係坐的士過嚟嘅？咁呢個情況都係其中一個導致塞車嘅原因咧。冇錯，絕對係嘅。首先講翻點解塞車先啦。咁係因為佢嘅地形裏邊佢嘅道路所限啦。因為入面咧其實都係禁區嚟嘅。咁佢咧本身就係可能啱啱足夠一入一邊入一邊出。咁入邊最篤位咧就係一個迴旋嘅地方。咁所以咧，如果太多車輛入嚟，而啲車輛又未及離開嘅話咧，其實就會出現打困籠嘅情況，甚至乎咧。如果係遇上可能小巴啊比較大嘅車輛咧，咁可能係會即係有對頭車，大家就頂住嘅情況出現咗。咁所以形成咗就塞車嘅情況。與此同時咧，我自己留意到就係，因為每一個限制數量進入呢個禁區嘅情況，咁所以變相咧剛才講嘅地勢啊、地形啊、道路問題，再加上你冇一個限制嘅話咧。其實就會形成咗大塞車嘅情況。咁其實大塞車咧，我都好擔心嘅。始終呢個地方咧，都係即係一個香港嘅旅遊景點。咁而家我哋要做好呢個旅遊嘅時候，我哋要做好一切嘅準備，包括交通配套。
所以我咧已經喺早前咧，即係發生咗呢啲情況下後咧，我就已經係聯絡咗警方，咁希望咧喺短期內，因為咧嚟緊有一個叫五一長假期，咁我係擔心會即係再多人嚟，咁我同警方去傾過，希望佢哋可以先派出人咧喺即係呢幾日咧多啲做一個現場嘅交通指揮先，呢個係即係最短期嘅，即係睇佢哋幫手先。咁亦都咧係即係聯絡咗漁護署啊、運輸署啊，咁睇下小巴嗰度可唔可以加密班次。另外咧關於的士限制入去嗰度咧，其實我都希望咧，即係部門咧可以做到咧，就係一個流水式咁樣放入去啊，因為入邊係唔能夠容納咁多的士嘅時候咧，可能真係要有一個出一格先入一格的士呢一個嘅動作啦，咁先可以咧係暫時解決到塞車問題。當然中長遠係可以係咪擴闊個道路，甚或係咪可以增加海路呢啲嘅交通咧？咁都係要同政府去磋商。頭先話提到其中一個點啦，小巴嗰度係咪可以再加多啲加密啲班次咧？但係呢個會唔會都涉及到個人手上面嘅限制？即係小巴公司係咪話加就可以加到咁多咧？有冇了解過咧？呢個第一樣啦。另外就係我見有唔同人都提到唔同嘅意見，譬如話係咪可以有啲可能比小巴多少少容量啦，即係小型旅遊巴都可以係入去咧。咁另一方面就話係咪可以禁的士入？就淨係小巴呢一啲即係叫公共交通工具先入得咧？咁你自己點睇？唔同呢啲意見又係咪可以諗諗咧？又嗱，首先咧，小巴嗰度人手問題咧就一定嘅啦，因為你加班加點咧，就肯定係牽涉要增加人手嘅。咁初步咧，呢個承辦商都幾好嘅，都配合嘅。特別係即係而家係計劃緊即係五一嘅人手咧，咁佢哋都預咗一啲充裕嘅人手，當然都要睇下最終嗰個人次係要幾多啦咁。另外咧，你話如果係咪換大少少嘅車輛，即係載得多人啲嘅車輛去做呢個服務咧？咁其實難嘅，因為入邊咧暫時嗰個掉頭位置都冇咁大，即係呢個地勢本身已經有局限喺度，所以只能夠即係小巴的士就比較方便啲。如果唔係，否則嘅話，亦都可能出現即係嗰條路未擴闊咧，仍然會出現咧車碰車嘅情況。咁咧就你話即係禁的士入啦。如果係咁，因為頭先話的士可能導致塞車可能比較大，即係禁的士入咧比較大爭議性嘅。確實係大爭議性。但係問題，如果用我剛才嘅方法，能夠流水式去放嘅話咧，咁其實就暫時呢一刻就唔需要話大家探討係咪要禁的士。如果流水式係做得好嘅話，其實就唔需要再禁的士。因為而家個核心原因就係入邊太多車輛，冇一個限制喺度。我都引述翻先，有議員都提到話，係咪可以東壩引入一啲大型嘅交通工具去疏導客流，或者喺西貢嘅白立灣係設一個登岸設施咧？咁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就話擔心會影響山野自然環境同埋體驗，擴闊道路咧，亦都可能要開山，影響到山野嘅景觀等等嘅，有個咁嘅説法嘅咁。咁局長亦都提到就話會推廣其他啲香港嘅山徑啦，咁以免咧就令人流集中喺東壩。呢個你又覺得可唔可行咧？又或者係咪？即係譬如官方主動推廣就會去咧，因為而家好多時候內地旅客去邊，其實好視乎一啲社交平台、社交媒體嘅佢哋嗰啲唔同人士嘅介紹，可能小紅書等等，同官方宣傳話叫去第二啲地方都係有美景喎，咁嗰個作用方面又有幾大咧？你覺得？其實我對佢呢個説法咧有啲保留嘅，因為如果大家了解一啲旅遊者咧，佢哋自己係有自己獨到嘅一套嘅，即係話佢好難受人影響，同埋佢自己想去睇嗰樣嘢咧，其實佢嗰個自己嘅選擇嘅都係一種好開心嘅過程嚟嘅。咁所以如果即係要話，喂，不如唔好即係去東壩嘅話咧，我又唔係太過同意呢句説法，反而我覺得要對症下藥。而家係交通問題，就解決交通嘅事宜咯。咁其實我覺得唔難解決嘅。即係雖然你話擴闊唔到嘅話，咁咪睇下點樣去做流水式嘅安排咯。反正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入邊太多車輛，即係自己堵塞翻轉頭啫嘛。係咪？咁同埋與此同時就係你對於擁有旅遊點嘅18區嚟講，咪有啲唔公平咯。其實我哋而家西貢，我自己接觸到好多嘅旅遊嘅持份者，包括餐飲業界啦、西貢嘅酒店業界啦，同埋遊艇業界啦，其實都表示前排到而家都仲係好淡嘅，
生意係好少嘅，係差咗好多嘅。其實而家我哋就好希望，仲諗緊點樣將東壩嘅人流，唔係睇完就離開東壩，睇完可唔可以入去西貢消費？咁所以如果佢咁樣講嘅話咧，我哋係好難嘅。我仲面對咁多嘅持份者，因為我已經同呢班持份者即係聯成一體咧，係已經開過幾次會，亦都同旅遊事務專員都開過會諗方法嘅。所以其實我覺得首先真係要解決東壩嘅問題，甚或就係點樣令到再高一步去做，就係點樣令到佢哋可以留喺西貢消費，而並非坐的士去到陸路離境口岸翻內地。OK， 即係除咗話即係點對點嘅口岸直接去東壩之外，中間點樣可以帶動到其他即係譬如西貢區啦，或者其他區一啲經濟啦，咁呢個都係可以諗嘅咁。同阿李世榮你傾到呢度先。李世榮係新界東南立法會議員，有關於頭先提到話馬兒水庫東壩咁，亦都係話變咗個熱門景點喎，大量嘅旅客到訪嘅情況啊。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